摔断腿，你还拿他的血汗钱睡我女人！杨成，你这个疯狗，竟敢打星广哥！这家传的破玉佩，还你！从此我们一刀两断。赵慧，你。 杨成，用你爹那5万工资玩女人，这钱老子花的爽啊！还我爹血汗钱，还我妈救命钱！老子有钱有势，弄死你就像踩死只蚂蚁，还敢打我？杨成，别怪我，你不死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吾乃神农，既得玉佩开启空间，便是与吾有缘。今传你神农经。神农医术篇，枯骨生肉，百病消弭。医术篇能治百病。马兴广、赵慧，你们亲手送了我一场通天造化，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。杨成，你快回来，你妈快断气了！什么？陈啊，你妈快不行了！我能用的办法都用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妈！这是脑梗并发脑溢血，《神农经》里面的九阳还魂针还能救。人都没气了，你还乱扎针！我妈还没死，我能救她。心跳回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活了！小杨神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收我为徒吧。免了，不收徒。杨晨，你刚才那几针也太厉害了，什么时候学的这本事？一个游方老中医教的急救针法，没想到真的管用。什么时候有时间给姐也扎一下，姐就盼着被你扎呢。鼠灾又来了，马兴广家的葡萄基地，半片田都被啃秃了。鼠灾，正好，他欠我家的账，该收第一笔利息了。兴广，别难过了。造孽多了遭报应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鬼啊！别过来！我可不是鬼，我命硬，阎王爷不愿收。果然管用。没想到《神农经》御兽篇还挺管用。杨晨，鼠灾原来是你搞的鬼！杨晨，你敢害兴广哥？每年都有鼠灾，凭什么说是我搞的？这还用说吗？赶紧驱鼠，否则我弄死你！
你要干什么？跪下，磕头还钱。你做梦！我跪，我跪！吴小六，拿5万现金来。你也一样。我也要跪。我跪。马爷，钱来了。钱给你了，快去数。保住了，总算保住了。别急，我们的账还没算完。杨晨，你这个破落户竟敢害我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爹，你的工钱要回来了。晨啊，拿着钱把外债先还一部分吧。家里欠的钱我会还，这钱你自个儿留着。杨晨，刚拿了5万块，还不还钱？欠你王老五的8万，还有你的7万，1周后我还你们利息。现在硬要，你们别想拿到1分钱。好，就给你7天。有了神农传承，家里的这些债很快就能还完。这小子嘴硬，家里都被逼成这样了，还不肯开口。钱不够，我得帮他一把。7天还债，光靠嘴可不行。小养殖催生术，有用。晨儿啊，张寡妇找你。多吃点，长肥点。杨晨，这里有3万块，你先拿着。张姐，我不能要，我不能占你便宜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替我想。钱不要，那人要不要？赵慧不疼你，姐疼你。哥，你快回去！家里出事了！不是，是猪圈出事了。哥，猪成精了！不是成精，是长肥了。王福全，来我家收猪吧。这是你家的猪？少废话，开价。这标少说600斤一头，4头一起，23500，成交。欠条，欠条。杨成，今天老子收你命来了！卸了杨成2条腿，再打烂他的狗嘴！杨成得罪马爷，知道会怎么死吗？马兴广，你要玩，那我就让你终身难忘。今天我家里人在，不动你，下次再来，绝不客气。马哥，成啊，马兴广是村里的头号人物，你得罪他，他蹦跶不了多久了。马兴广，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
马兴广，早安啊！杨成，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听说你的葡萄基地被老鼠群毁了70-80亩。什么？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1个月这么快吗？麻烦。小林巫术。1月之期只剩6天，这些仙桃就是我的翻身资本。在这儿摆摊儿得先交500块摊位费，不然砸了你的摊子。这里是公共菜市场，不用交摊位费。那我说错了，是保护费，给钱，不然就滚。你威胁我？是又怎么样？啊！要买就买，不买就滚蛋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老板，你这桃子闻着好香啊！160一斤，可以先尝后买。这水蜜桃竟然这么好吃！老板，我全要了。我是紫雅轩的曹子月，你能送货上门吗？紫雅轩，好，我送。一共168斤，26800，零头给你免了。微信到账26800元。给我砸光那些水蜜桃！毛大超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曹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自废一只手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。曹小姐，不知者不怪，你饶他这一次吧。行，我卖你这个面子。兄弟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明早带人来桃源村找我，把人情还了。桃源村？成，我知道了。这桃子好吃还暖胃，我要买10个果盘带回去。李老哥，紫雅轩规矩，每位客人限购1个果盘。我不管，我出10万买10个。哎，我的腰疼好了，我的偏头疼居然不疼了。这阳城的水蜜桃也太神奇了，这个人我必须笼络住。1个园子的桃子能卖了28800，9个园子就能赚20多万。去买套漂亮衣服。哥，钱你留着给爸妈看病吧。爹妈看病的钱我有，你哥现在能赚大钱了。这种赚钱给家人花的感觉真爽。臭小子，张寡妇好心来送鸡蛋打扫卫生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妈，和赵慧的婚事黄了就算了，跟张寡妇好好发展。你这么喜欢张寡妇，那你跟她好好培养感情，我去外面转转。杨晨，求你把那群老鼠驱干净吧。那葡萄基地是星广哥的心血。滚，贱货！
杨晨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让王老五他们上门，让你家鸡犬不宁。那2人上门讨债，是你搞出来的？是又怎样？杨晨，我一定要让星广哥掀了你家，让你成丧家之犬！我等着。星广哥，明天我要杨晨跪在我面前，让他给我磕头。杨成，你让我在全村丢尽了脸。喂，三爷，我是桃源村的马兴广啊。对对对，我想请您帮我收拾一个人，价钱好说，5万。5万，行，明天带人到你家门口。杨成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。我带人已经进村了，马上到。杨晨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马兴广又上赶着来送死。杨晨，今天这位是南山县赫赫有名的黑三爷，跪下扇自己嘴巴，不然弄死你！滚！你找死！弄死他！住手！谁敢找陈哥麻烦，老子要他的狗命！陈哥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大哥，您怎么会来这儿？黑子，老子在南山县混的时候，你还在我手底下擦鞋，现在长本事了，敢带人动我大哥！大哥，我错了。你他娘的活腻了是吧？大哥，我不知道他是你的人啊！不知道就能随便动我陈哥？大哥饶命！陈哥饶命！我瞎了眼！滚吧！三爷，你可是收了我们5万块钱的，你不能拿了钱不办事！马兴广，你竟敢坑我！你这个女人也不是好东西！老子道上混这么久不打女人，今天为你破例。陈哥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兄弟就能让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赵慧，刚才想让我跪下。杨成，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马！马兴广，你呢？这个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哼，滚吧！曹小姐，曹子月，难道她就是杨成的靠山？杨晨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曹小姐亲自上门，所谓何事？我来找你，当然是谈生意。姚晨竟然认识这种千金大小姐，难道她不是穷鬼？曹小姐，寒舍简陋，请坐。杨哥，你能培育出那么好的黑猪和水蜜桃，绝非池中之物。曹小姐过奖了。我想与你长期合作，所有农产品都可以高价收购，为显诚意，价格由你定。生意上门了，不过上次的价格似乎还是我吃亏了啊。怎么样？曹小姐，我家庭条件不好，没有启动资金，恐怕无法大批量提供啊。这滚刀肉是想拿我的钱赚紫雅轩的钱，算盘打得真响。可这圈套，我好像还必须钻了。曹小姐，若是你愿意投资的话，10万不15万。老娘给你20万，成不？曹小姐霸气。那20万启动资金啥时候给？先签合同，签完立即转钱，1年内给紫雅轩提供50万货物，20万算预付款，从货款里抵扣，有问题吗？没异议，签约吧。你不再讨价还价？20万先到账，债能缓下来，货款后面再谈，主动权还在我手里，够了。那你通过一下我微信，我把文件发你。
曹小姐，就算我长得帅，也不用一直盯着我。你信不信我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？等等，你身体不舒服？没有，你看错了。杨晨，有些事不该问就别问。合同签完了，钱也给了，3天后我要第一批货，别让我失望。这么冷？没事，我只是有点体寒。体寒能这么冷？我说了，没事。曹子月，脉象阴寒入骨，却又不像普通寒症，这女人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毛病？好阴寒的能量，这是什么？曹小姐，得罪了。好冷！别乱动，你这不是体寒，是寒冰郁气入骨，再拖下去，五脏都会被冻住。你刚才在干什么？救你命！我自小每月寒毒发作，曹家名医全都束手无策。你真能治？能压制，但想根治还差味药引紫阳花。你知道紫阳花？我这次来桃源村，本来就是为了找它。那正好，紫阳花生在深山阴阳交界处，全村只有我能找到。只要你带我找到紫阳花，20万预付款立即到账。合同签完，钱也该到账了。曹小姐，这救命归救命，生意归生意，您看……好，我转。贪财鬼！救命恩人收点辛苦钱，很合理。求人办事，总得有点态度吧？你想怎样？叫声陈哥，我就陪你进山。在南山县，没人敢让我喊哥。开个玩笑，别当真嘛。陈哥，带我进山。走，带你见识见识桃源山里的宝贝。紫阳花真在这种地方？奇花不长在闹市，越是救命的东西，越会藏在要命的地方。杨晨，小心！去。带我们去找紫阳花。你能让蛇听话？你要是走丢了，我也能让他把你叼回来。跟紧我。紫阳花，真的是紫阳花！奇花身边必有半生毒兽。怎么办？简单，灭了他！你要留着他？百年黑蝎，五毒之首，入药解毒，炼丹增修，这东西很值钱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我已经死2次了。以后我涨价，你少翻白眼就行。你这人3句话离不开钱。不好，刚才斗毒蝎的时候，我好像被他的毒气扫到了。毒气引发寒毒提前发作，先回我家，我给你稳住。撑住，紫阳花还没入药，现在只能先护住你的心脉。这寒气凶险，却能助我开辟丹田。曹子月这病，竟也是我的机缘。灵诀开了，
以后种田养畜，速度还能再快。9滴灵液，足够护住他这次寒毒。曹子月，我不会让你死在我床上的。1为破，2为立，3为生。九阳还魂针，起！我没死。你命大，欠我人情也更大了。杨成，谢谢你。杨晨，你干什么？你这女人下手也太狠了！昨晚我才救了你，谁让你靠那么近？拔脉不靠近怎么治？昨晚你抱着我拼死不撒手，我的名声才是真毁了。无耻！不想负责也行，把紫阳花留下。合同继续执行，3天后我要第1批货，鸭寒汤也不能少。曹小姐慢走，记得按时打钱啊。这女人身上麻烦不小啊。这棵树陪了我20年，可不能让它死了。万古清灵诀让灵液功效暴涨，以后果子卖完就能再催生，赚钱速度能翻几倍。咦，这树昨天还快死了，怎么一夜之间开花结果？爹，你儿子我一点种田养殖的本事还是有的。臣啊，身怀异术，绝不可让外人知晓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记住了，爹。爹，你的腿我也该治了。爹，你这腿伤了2年，神经坏死，想彻底站起来，至少要3次施针。能有点知觉，爹就知足了。不，我要你像以前一样走路。动了，我的脚趾能动了。老杨，真的动了。今日第1针直通经络，明日第2针合碎骨，后日第3针续神经。爹，3天后我一定让你站起来。好，爹信你。灵液升级后，连地都养肥了。小灵巫术，降！升级进化后的小灵巫术，太牛了！这回我可是要发财了。杨哥，你朋友圈发的那只毒蝎还在吗？有人出高价想买。对，出价很高。当初你们跟着马兴广来我家逼债，还骂我爹老残废，怎么现在有求于我了，就装失忆？我们当时也是没办法，没办法就可以往人伤口上撒盐。杨哥，求你拿出来卖给李小姐吧，不然我们会被怪罪的。那是你们的事，滚吧。李小姐，我们正在谈到让客人赶你们滚。杨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难道李小姐认识他？学姐，自从毕业后就没见过你了。听说你接手了家里的药材公司。没错，我也没想到你回到了村里。对了，你的那只毒蝎能不能卖给我？我可以开除这2人，替你出口恶气。李学姐，你当真开了他们，我就卖。柳浅雪、程明瑶，你们被开除了。给我等着，
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多谢李学姐替我出气。李学姐开价吧，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完美无瑕的大姐姐，我相信你不会坑我。10万，这也太少了。15万，好，15万成交。爹娘，我在山里抓了只帝王蝎，南山药材公司的人出价15万买走了。我儿有出息了，能赚大钱了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。裁缝，儿子往后不仅能赚钱，还会成为桃源村首富，你且拭目以待。爹说的对，等我赚了大钱，在村里给你们建大别墅，让你们享清福。好，我们等着那一天。得去看看曹子月的恢复情况。农民工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影响子雅轩做生意，赶快滚，不然老子打死你！我是来给曹老板送水蜜桃的，等他下来我就走。曹老板那种天之娇女，是你这种乡巴佬子能见的。再不走我……陈哥哥，陈哥哥，你来了呀！哥，我错了，求你饶我这一次吧。一个乡下农民，也敢让子月叫他陈哥哥？叶少，要不要我今晚就去废了他？先查清楚，若他真碰了曹子月，我要他跪着爬进紫雅轩。曹小姐，那是南山县首富之子叶晴，我的未婚夫。那你刚才的行为岂不是给我找麻烦？你我只是合作关系，你又不是我的追求者，叶晴不会为难你的。果农都成了高危职业，我被你害惨了。那你要怎样嘛？除非你买我200斤水蜜桃，4万块。好，转给你。2天后给紫雅轩送4头黑猪，价格到时重新商定。这个无耻的家伙，卖黑猪的时候肯定又要涨价。哥，你这袋子里装的什么呀？刚从银行取的钱。这么多？这算什么？不过小妹，以后别帮我洗衣服了，你太辛苦了。我愿意。妈，您尝一下。妈，等您身子彻底康复，爹的腿也治好，咱们一家人吃顿团圆饭。好。江叔，村里就剩你一家还在养猪了吧？去年死了10几头，现在缓过来没？哎，别提了。江叔，这8头我9000全收，母仔51斤包圆。你说真的？当然，以后我大量收购黑猪仔。江叔，要不8头先送我？1个月内，我让你猪场起死回生，1分钱不出就想白拿8头猪，天下哪有这么美的事儿？完了！都给我坐下。江叔，你这3头母猪马上要生猪崽子了啊！我不会接生啊！现在喊兽医也来不及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来。你真是神了！江叔，现在信我了吧？我能让你的养殖场起死回生。信了，那8头黑猪我分文不收，全送你。江叔，我刚才让你白送，只是随口说说，你可千万别当真。你帮了我这么大忙，送你8头猪，天经地义。既然江叔盛情难却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小养殖术降。一次催生就长了250斤毛重，再来一次。小养殖术降。
1头600斤，8头6400斤，按现在的猪价，净赚10万多。把这片空地盖成养猪场，源源不断，催生黑猪王，日进斗金。1万张单方，这要是练出来，得赚多少钱啊？修为太弱，还练不了这些逆天丹药。杨晨，你出来，我有事儿问你。张姐，找我啥事儿？我爸妈刚同意咱俩回村，就听说美女总裁在你家过夜，村里人都说你们已经私定终身。张姐，这些都是流言，我和曹小姐身份悬殊，怎么可能有什么？那她昨晚在你家过夜，是不是真的？张姐，我……杨晨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这个渣男！男女之间这点破事儿，剪不断理还乱，难办啊。杨晨，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我恨你！王老五，何大春，2天前我才付了利息，说好的本金半年后再还，现在什么意思？你穷的响叮当，我怕你半年后也还不上。现在把钱给我们，要不然你别想走。他欠你们多少，本小姐替他还。曹小姐，杨晨欠的钱该他自己还，如果他跪下叫一声爹，我们可以宽限1天。不用宽限，老子有钱，马上还你们。哈哈哈，你穷的裤兜比脸干净，哪来钱？少在别人面前装。要是我把钱全还了，你们跪下叫爹。哈哈哈哈！你要还得起，我们跪下叫你爹。哈哈哈哈！上来领钱吧，领完跪下叫爹。拿个破袋子装腔作势，你吓唬谁？欠你们的15万全部还清，现在该你们履行诺言了。你这不开眼的玩意儿，说好了叫爹，还不给我跪下！爹，陈爹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找你逼债。钱已还清，你们可以滚了。再敢无故生事，我要你们的命！曹小姐来桃源村，所谓何事？莫非是给我送钱的？我裤兜里现在可1个铜板都没了。杨成，这次不是送钱，是想让你抱抱我，帮我压制体内寒毒。曹小姐，之前不是不信我吗？怎么不过1天就变卦了？直觉，靠直觉判断的。抱人可以，但得收费，1次5000。5000？杨晨，你太无耻了！5000就5000，这还差不多。真龙吞月，龙舞月生，他当真是我命中的贵人。曹小姐，以后寒毒爆发尽管来找我，下次驱毒辛苦费收你1万就行。杨晨，你实在太无耻了！杨成，你这个负心汉，死渣男！翡翠菜成了，先去果园摘果子，回头拉去县城卖。敌敌畏，百花香水，赵慧。
既然你又来找茬，这次我让你后悔当然。这桃子治病的功效又变强了。大黄，把这袋水蜜桃放到马兴广家茶几上。肯定是妈买回来的。小慧，快出来吃桃。对了，你去杨晨的桃园下毒了吗？当然，只要杨晨的桃毒死人，就算他有曹子月撑腰，也要完了。正面斗不过他，就在暗中弄死他。跟我斗，天真。兴广哥，这桃子有毒！爸妈，救命啊！死人了！儿啊，你饿不饿？妈给你下碗面。妈，我不饿，给爹治完腿，我还得赶去县里送货呢。我的脚踝能动了。儿啊，你这医术也太神了。是啊，这感觉就跟做梦一样。爹，明天第3针再服药，你的腿就能恢复了。妈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生了你这个儿子。妈，我去县里了。马兴广和赵慧灌了粪水洗胃，毒解了，赶紧把这俩人拉回去。李院长，兴广和小慧身子还虚，现在拉回去会不会？他们之前敢刁难杨大师，我不想看着他们。我的水蜜桃味道怎么样？杨晨，我杀了你！多少斤？多少钱？300斤，6万。到账曹小6万元。笑一个，你板着脸的样子不好看啊。你敢命令我？就是命令你。我要是气坏了身子，以后谁帮你压制寒毒？这样行了吧？这小妮子还挺有意思。叶少，杨成是桃源村农民，曹小姐和他有些暧昧。一个农民也配和我抢女人？给我狠狠教训他！明白。土包子反应倒是挺快。你是谁？我老大是叶晴，抽自己10个耳光，跟我回去请罪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让我扇自己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告诉叶晴，明天来桃源村跪下道歉，否则南山县没他位置了。叶少不会放过你的，让他快点来，我等着。这青菜怎么长得跟翡翠似的？小子，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？市场空位不能摆。空位？这是我们的地盘。赶紧滚！别抢我们宵夜！我说不呢。卖毒菜的来了，这黑心肝要害死人啊！去。谁卖毒菜？老子要抓他去坐牢！
这是翡翠菜，古代皇帝膳桌上的贡品，不信你尝。这才能生吃，你逗我呢？你尝尝。文海涛脸上的疹子消了，这真是宝菜。这菜有毒，谁买谁家破人亡。有毒你还敢吃？你不过是想吓走大家，自己偷偷全买走而已吧？好你个文海涛，哥儿几个揍他！要不要我再喂他吃点翡翠菜？淤青治好了，你们还能接着揍。我记住你了，你给我等着！翡翠菜开业大优惠，1斤只卖100块。我要3斤，我要3斤，我要5斤。老板，你的菜还有吗？家里还有。你的翡翠菜我全收。我的菜有点贵，100块1斤。可以。这样，你的翡翠菜我出200块1斤，无论有多少，大兴集团通通收购。不卖，我准备自己开店，想买就来我店里。小哥哥，留个联系方式吧。有缘再说吧。小哥哥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咱们很有缘啊。大姐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说了，不会跟你合作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兴集团采购总监罗娇娇。大兴集团，那个南山县最大的农产品公司。不错，我就直说了吧，我们集团愿意出100万买你培育翡翠菜的独门秘方。秘方是我的命根子，不可能卖给你的。300万。神经病！这家伙居然骂我！大超，干啥呢？闲着没事儿，顺手帮你修修篱笆。以后别当混混了，跟着我干，我带着你发财致富。陈哥，往后你就是我毛大超的财神爷。陈哥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漂亮。毛大超，你来干什么？葡萄基地废了，2万转给我，签字就拿钱。星光哥，反正那片地已经被老鼠啃废了，留着也是烂在手里。2万就想买50亩地，你当我傻？现在谁还敢接你那块烂地？你不签，我马上走。杨晨，你买我的葡萄基地又怎样？那田已经废了，你等着亏死吧！星广哥，等我身体康复了，我要杀了杨晨。对，弄死这个杂碎！陈哥，陈哥，这8头黑猪王是你养的？以后这里就是盛产黑猪王的养猪基地。交代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办好了，我花2万拿下了马兴广的50亩葡萄基地。钱你收下，好好跟我混，1个月让你买车买房。陈哥，谢谢你，以后我毛大超这条命就是你的。把合同给马兴广送一份去，明天早上10点到县城农贸市场找我。谢师傅，你是咱村的老瓦匠了，我信得过你。这是10万预付款，猪圈盖好验收合格，再结10万尾款。行，100个猪圈，我手下这些兄弟都是盖猪圈的好手，3天就能盖好。杨成，村里人都说你被曹子月包养了，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？这些话你听谁说的？那些长舌妇都在议论，说你快入赘曹家当上门女婿了。谢师傅，替我传话，1星期后我要成桃源村首富，不靠女人，只靠本事发财。马兴广可是有上百万的资产，短短7天，你上哪儿赚那么多钱？山人自有妙计。杨晨，知道这位是谁吗？姜泰，叶少的贴身保镖，特种兵退役，一拳能打死1头牛，你死定了。从得罪叶少那刻起，
你就是个死人。土鸡瓦狗也敢来撒野，无非又皮痒了是吧？姜太，干他！杨晨，你死期到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回去告诉叶晴，等着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敢跟叶少作对，你迟早后悔。哟呵，还敢放狠话？不想走那就别走了。杨晨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。晚了，打电话让叶晴带20万来赎人，不然你们休想离开桃源村。是陈一刀，邵子峰，陈一刀，南山县地下拳王，30连胜，从无败绩。萧子峰，暗器大师，百发百中，见血封喉。杨晨，这次你插翅难飞。杨晨和叶少作对，你是自寻死路。我哥俩来撕烂你的嘴喽，小宝贝儿。一起上吧，打完正好也把你们也关进猪圈。找死！嘴太臭，真该打。杨晨也太能打了，以后可千万不能惹他呀。小灵巫术，降。再催生4次，这50亩葡萄基地就彻底活了。我这腿比昨天有劲儿了。爹，你很快就可以完全恢复了。杨晨，你竟敢让我们睡猪圈！上车。杨晨就是个魔鬼！快看，无非他们4个恶霸竟被人关在拉猪车里。各位，人是我抓的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尽管砸！杨晨，此仇此恨，不共戴天！呸！我要把你挫骨扬灰！过早。杨晨，你给我住手！老大，救命啊！叶琴，20万赎金带来了吗？钱我带来了，你敢拿吗？有啥不敢的？带上你的4条狗，滚！左小鱼，杀了他！这女人身上杀气好重，体内还有毒，难道她是被控制的？左姑娘，你中的是9死断肠毒，7日后毒发，普天之下只有我能救。他竟然知道我中的毒！叶晴，杨晨是我朋友，不准你伤害他。曹子月，你为了一个小农民跟我对着干？是。救人，走！你们4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栽在一个农民手里。嘿嘿，一早赚20万。曹小姐，叶晴还有亲戚能绑吗？杨晨，叶晴可是南山县之王，你不怕他？不怕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是南山县新王。曹小姐，我有20万斤葡萄，你要不？20万斤？这么多葡萄，估计得卖100-200万吧。杨晨要发大财了。这片基地从马兴广手里买来都废了，他居然全救活了，简直太神了！诸位，今日葡萄开园，谁愿帮我摘葡萄？500块钱一位。我愿意。我的天，这么多葡萄！杨成，你这个挨千刀的！
葡萄基地是我的，谁敢摘，我就和谁拼命。对，这些葡萄全是星广哥的。马兴广，想耍赖？本人自愿将葡萄基地卖给杨成，若违约，赔偿100万。马兴广，你这个老赖，卖都卖了还来纠缠。难不成你想赔100万？凭你现在拿得出来吗？滚吧！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兴广哥，多谢送递，我这批葡萄少说净赚几百万啊！啊！杨成，你这个杂碎，用下三滥手段骗走我的葡萄基地！兴广哥，那么多人看着呢，丢死人了！贱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怎会跟杨成结仇，落到今天这地步？马兴广，是你自己想坑杨成，才急不可耐卖基地，现在出了葡萄，你怨我？杨晨，需不需要我派人收拾他们？不用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让他们窝里斗。曹小姐，我这红提你打算多少钱一斤收？你是紫雅轩最高贵的供货商，价格你报就行。市面上红提5块一斤，我这走量10块一斤，往后加量还要涨价。行，按你说的，10块一斤全收。我知道你喜欢现金，特意取了200多万。知我者，非曹小姐是也。成哥，你花2万盘下葡萄基地，转手卖了198万，你真是商业天才！200万，我辛辛苦苦培育的葡萄卖了200万。杨晨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跟你领证。赵慧，和我领证，你配吗？杨晨，你给我等着！敢威胁陈哥！大超，算了，打女人不地道，滚！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如此爱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尊严被他狠狠踩碎过。前任能让男人成长。今晚来姐家，姐给你庆功。程哥哥，你刚答应人家，今晚要亲自下厨，可不能食言哦。我去帮忙摘葡萄了，你们慢慢聊。曹小姐，我和杨晨关系可不一般。你不知道，杨晨前几天抱着我睡了一夜。杨晨，你这个渣男！哼，和我斗。杨晨，你和那个女人什么关系？邻居而已。娶我吧，我的资源能帮你做大事业。我可惹不起叶晴，咱俩还是当普通朋友吧。我和你开玩笑呢，别当真。以后别开这种玩笑，我胆子小，不惊吓。你若当真胆小，怎么会和叶晴针锋相对，还敲诈她？嘿嘿，那不是缺钱吗？杨晨，你等着吧，总有一天本小姐要把你给拿下。陈哥，葡萄一共21万斤。曹小姐，先给钱吧。210万都是你的了。以后老子就是桃源村的新首富。恭喜陈哥！装货。杨晨，你成长得太快了，这让我有些不安。曹小姐，往后不论我成长到何种地步，你始终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。哎，杨晨，你娶媳妇不？杨成，我家闺女芳龄18，能歌善舞，跟你长得像，有夫妻相。我家闺女身材好，只要你点头，我马上把她叫回来。各位大婶，我暂时还没想找对象，好意心领了。大家排好队，500块一位，领钱。在桃源村1年到头也就挣2万块，这一天都抵得上平日10天的工钱了。杨首富，以后有这美事随叫随到啊！大超，你留下来善后，我先把钱锁好。
哇！李总，你变年轻了。这葡萄神了，能抗衰老，一直吃岂不是能重回20岁？曹小姐，这葡萄功效太逆天了，我要出10亿入股紫雅轩，并且用我的商业资源为紫雅轩造势。条件只有一个，以后我来吃饭，烤肉水果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不受限制。李老哥，10亿入股，2成股份是不是多了点儿？那20亿占3成股份。入股的事我需要考虑3天。不过，我以私人名义送你10斤黑猪肉，10斤水蜜桃，10斤葡萄。不见兔子不撒鹰，果然是奸商气质。行吧，等你有了决断，告诉我。爹爹，我买了21万斤葡萄，你帮我转卖一下，37分账。你不好好养病，天天鼓捣那破饭店，再胡闹，我明天就封你的店。爹爹，这葡萄有治疑难杂症的功效，200一斤，你卖光就能净赚4000万。200块1斤的葡萄，唉，家门不幸。堂堂曹家之主，居然要拉下身段帮闺女卖葡萄。左小鱼，是你。叶晴答应我，只要杀了你，他就替我彻底解了9死断肠毒，还我自由。原来你是被9死断肠毒要挟，我来替你解毒，你只需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废话太多了，我送你上路。我之前就说过，这世上只有我能为你解毒。找死！你居然能徒手接我的剑！3血合一，冲破绝毒。你体内还有鹤顶红，最近是不是常常头痛欲裂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神医，这是鹤顶红毒发身亡的前兆。我先将你的9死断肠毒清除干净。杨神医，求求你帮我解毒！让我解毒可以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留在我身边，当我的利剑，以后谁惹我不高兴，你就帮我揍他们。行，救我！行。小鱼，想找叶晴报仇吗？想。你把我绑了，送到叶晴面前，我为你报仇，我有把握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叶少，杨晨对你不敬，罪该万死，人已带到。小鱼，办得不错。叶晴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你要羞辱我，我就跟你拼命。既然落到你手上，干脆利落杀了我，给我一个痛快。你敢对叶少不敬，跪下！杀你？那多没意思！我要你跪在我面前，亲眼看着自己怎么变成一条狗。前几日要不是曹子月护着你，我早让你横尸街头了。叶少，我毒快压不住了，求你解毒，放我离开南山。行，你盘膝坐下，先服下。怎么可能？我的鹤顶红居然反噬我！叶晴，我一心为你办事，你却一次次给我下毒。左小鱼，你敢背叛我！叶少，被人踩脸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实话告诉你，左小鱼现在是我的人。你们竟敢骗我！杨晨，快
他以前误食过一枚黑色果实，从那以后就有了这股邪力，小心！都去死吧！杨晨，我要你死！快走！曹子月的寒气能助我炼化力量，杨成，你给我等着！差点阴沟里翻船，叶青体内那股力量太可怕了。别急，以后我会好好跟你玩。叶青很强，但是别担心，他还不能乱用那股力量，否则会走火入魔。若是别人，不可能敢惹他。杨晨，你居然这么强，我看不透你。看不透就对了，这样你才会对我好奇，然后死心塌地跟着我，做我的超级打手。杨晨，你敢调戏我？不是调戏，是提醒你，别对我太好奇，我怕你不可自拔爱上我。小鱼，把门口2辆车卖了，钱打我卡上。好，我今晚就处理。杨晨，加个微信吧。陈哥，我去卖菜了。大超，等等，一会儿左小鱼陪你一起去。谁？陈哥，左小鱼可是有名的武道高手，怎么可能跟我一起卖水果蔬菜？我说他会来，就一定会来。我现在是杨晨的人了。陈哥，你简直就是神人！开我的车去，今天之内在南山县最好的地段盘下一个水果蔬菜店。3台车卖了60万，下午到账。你的车也卖了？卖车的钱算给你的感谢费。小鱼，你有没有金银首饰？反正你也不戴。没有。那算了，走，带你买猪去，提前体验农村生活。你让我去捉猪？走吧，带你见见世面。杨首富，大驾光临，是要买黑猪崽儿？江叔，说好50块1斤，你送过我猪，今天翻倍收。杨首富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一言九鼎，之前占了你便宜，现在手头宽裕了，得补偿你。够意思，猪圈里这些全卖给你。小鱼，傻愣着干嘛？进猪圈帮我捉猪。知道了。毛重975斤，按110块，97500元。江叔，把猪送到我家，我回去拿钱。97500，没问题。零头抹了，给97000就成，成。杨首富换女人比换衣服都快，太牛逼了。我要洗澡，你家有洗澡间吗？没有，你先去后山水库对付下，等我店里盘下来，马上盖别墅。你让我去水库洗，都怨你让我捉猪。你养尊处优惯了，就该多运动。你给我死一边去！江叔，点点97000，一分不少。杨首富，谢谢你让我走上致富路啊！江叔，多养母猪，以后我要的猪仔成千上万。好，我这就去村里收母猪，以后专门给你供猪崽儿。陈哥，店盘好了，10万就转让，刚装修完，马上签合同，签完我转钱。店名就叫蓬莱阁，蓬莱阁这个名头必将风靡全球啊！杨晨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想好了，我们合作，你出货，我出钱和资源，55分账，做农业帝国。没兴趣，我的店马上开业，大兴就是我的死对头。杨晨，我罗娇娇在大兴集团那么多年，从没亲自上门求过谁。给脸不要脸，那又怎样？合作，你能站稳南山县，
拒绝，你寸步难行。你在威胁我？信不信我1年内吞掉大兴集团？我堂堂大兴采购总监，低声下气求你一个农民，你敢这么羞辱我？农民怎么了？没有农民种，你们城里人喝西北风。我说不卖就不卖。刘二狗调戏我，我把他扔进水库了，会影响你吗？他偷看你洗澡了？没偷看，如果是偷看，我会挖了他的狗眼。他就是拦住我，调戏了几句。刘二狗是村里出了名的色胚，你没吃亏就好。杨晨，我跟着你混，你总得给我安排个住处吧？村里有家旅社，你先住那儿，费用找我报账，以后有事打电话，随叫随到。也行。爹爹，你难道不知道我睡觉最讨厌被人打扰？小月儿，葡萄卖光了，300一斤，总共卖了6000万。卖了那么多。小月儿，还能买到那种葡萄吗？有多少我要多少，哪怕100斤、10000斤，我都给他包圆了。爹爹，把6000万全打到我账户上，收购的事儿我替你办妥。好说好说。杨晨，你的葡萄基地还能大量产出葡萄吗？15天后还能产出一批，你要多少直接来拉。葡萄1年只产1次，你不会忽悠我吧？骗你干啥？我这里1年4季都有葡萄。你说真的？1年4季都有葡萄？怎么，曹小姐？数量太多你吃不下？吃得下，有多少我收购多少，价格你自己定。对了，你让我打听的古玉我打听到了，价格很贵，我猜你舍不得买。价格不是问题，古玉我志在必得。1块50万，你真的要吗？古玉50万一块，这也太贵了。现在古玉有价无市，只能从特殊渠道买。要的话，3天帮你弄3块。行，150万我出，3天后去紫雅轩找你拿。修炼太烧钱了，必须加快赚钱，不能飘。多亏你医术好，等你爹好了，随便使唤他。爹娘护我20多年，现在轮到我照顾你们了。对了，陈啊，盖别墅就算了吧，把房子修修就行。不行，咱家是首富，得有首富的派头。听我的，就盖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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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家里的主心骨，我们听你的。杨成，你下毒害我，还策反左小鱼，等我恢复，定要你家破人亡！哟，哪个不开眼的家伙惹叶少生气了？罗娇娇，你来干什么？叶少，我和杨晨也有仇，我想和你合作，玩死他。哦，怎么个合作法？我计划。这毒计一出，杨晨在南山县再无立足之地。计划能否成功，还要看叶少的手段是否给力。放心，他想在我的眼皮底下开店赚钱，做梦！我会让他身败名裂。那我便等着看好戏了。大超，开门迎客！开业大酬宾，全场5折会！诸位，蓬莱阁开业大优惠，大量翡翠菜，今日进店全场5折喽！开业，我看是倒闭吧。有人举报蓬莱阁果蔬不合规，今天必须查封。不用检查了，这水果一看就有问题。蓬莱阁从现在开始永久查封。不跟大兴集团合作，杨晨就别想在南山县做生意。查封，证件呢？我们执法还需要向你解释？不敢亮证件，还敢贴封条。陈哥，这证是假的！假的？冒充检查人员，太过分了！杨晨，你少血口喷人！罗娇娇，你请来的这几条狗演得不太专业啊！封
封条已经贴了，你还是滚回家种地吧。县城做生意不是你这种小农民玩得起的。我肚子怎么这么疼？救命！我中毒了。早上只吃了罗姐请的野生菌米线，怎么会这样？杨晨，救我！刚才还要封我的店，现在求着我救命。陈哥，救命！我们不想死，我们错了，封条是假的，证件也是假的，是假的，他们是冒充的。杨晨，求你救我！只要你救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。黄金香橙，清热解毒，化痰润肺，吃下去就能活命。头不昏了，能呼吸了。快死的人吃一个香菌就活了，这不是水果是坚果。我要买10斤，我要100斤。到账8元台币。丁到账300元。丁到账1000。就忙活1个多小时，卖了5万多，自己开店赚钱，太爽了。杨晨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。陈哥，要不……罗娇娇想斗，我让她身败名裂。大超看店，我回村叫左小鱼来拉人气。陈哥以后肯定是南山县首富，好好跟着我，我让你当南山县首富。至于我自己，还有更大的目标。刘二狗，你别碰我！你再过来，我跟你拼了！刘二狗，你个王八蛋，住手！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！杨成啊！我的子孙根，杨成，我和你拼命！杨成，你别得意，马爷很快会来找你算账。杨晨，幸好你来了。杨晨，幸好你来了。张姐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快放开我！你现在是桃源村首富，和曹子月私交那么深，看不上我这个寡妇了，对吗？你和曹子月要是普通朋友，他会在你家过夜，让你抱着睡一整晚。张姐，你误会了，曹子月有病，我抱他是治病。我给你看转账记录。你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？嗯。你们干什么？杨晨卖的果蔬吃死了人，他是杀人凶手！放屁！陈哥的东西都是上好的，怎么可能吃死人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让杨晨滚出来！我是杨晨，谁砸的店？什么事儿？你还有脸问？我爹吃了你的水蜜桃，3天就死了。我娘也是，医院说是食物中毒。我的果蔬不可能吃死人。你们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人都死了，还要什么证据？无凭无据就来砸店，诬陷我是杀人凶手，我告你们诽谤。叶晴早就放话，谁敢来蓬莱阁买东西，他就杀谁。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叶晴干的。大超，叫上小鱼，跟我去黄金海岸别墅，宰了叶晴这个狗贼。是。想杀我，你够资格吗？那就试试。杨晨，
我是南山县天下商会总会长刘万里，现在要撤你执照。南山县你开一家，我封一家。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一句话就想让我关门？你不听话，我就切断桃源村贸易，让全村货都烂在家里。上，给我砸了这家店！老东西，你找死！老东西，你找死！杨成，你再敢动一下，我马上切断与桃源村的一切经济来往，让你成千古罪人！大超、小鱼，这些小杂鱼交给你们。老家伙，你试试，3个月内，我就能让你死！叶少，这土包子疯了，快出手灭了他！叶晴，你草菅人命，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不好，我重伤未愈，不能跟他火拼。10条人命，每家赔30万，否则我就干废你！小农民，你在威胁我！废话少说，要么赔钱，要么死。放开我！我马上要财务赔钱！马上向每位受害者家属转账30万。有我压着，你永远出不了头。你想开店就是做梦。好，我等着。大超，封店，3个月后，蓬莱阁必将扶摇直上，名动南山。即日起，凡开辟荒山种植经济农作物，每亩补偿500元。杨首富，你来迟了，村里荒山全被承包了，只剩南边那片沙漠山地没人要。那片沙漠山地面积多大？300亩沙漠地，签同意书就能承包，种出东西有补偿。行，那这片沙漠山地我要了。夏村长，我要承包那片沙漠山地。沙漠不能种庄稼，其他地都被包出去了，要不你还是算了吧。给我同意书，我就要那片沙漠山地。那片沙漠山地是村里的闲置荒地，按政策，只要有人承包种经济作物，村里就支持。不过我要再次提醒你，那地真种不活东西。既然你执意要，签字吧。我的第一批野生药材，就在这片沙漠山地上种。小灵雾术降。出来！尔等速入山，帮我采集野生人参种子。采集完毕，回这里集合。越难修炼，说明这仙法越强。快吐出来，让我看看有多少。2万粒，你们太给力了。
千年人参，这是山宝啊！快带我去！千年人参，竟结出了9颗人参果。孽畜！首要的，居然是只白狐，自不量力！哥哥。你过来呀，奴家好好伺候你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，这主意不错。走。小养殖催生术。大超、小鱼，进来拎猪食喂猪。杨晨，我可是高手，你让我当打手保镖都没问题，结果你让我天天喂猪喂鸡。跟我创业，我帮你报仇，会让你变强。我的仇家很强，1个月后我就离开南山。1个月之内，我会把你改造成顶级强者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，别傻愣着，快去后山练剑。段师傅，明天来我家一趟，我要盖一栋别墅。杨首富，你要盖别墅，咱桃源村可全是小平房，这壮举要炸锅呀！我不差钱，明天来就是。杨晨，救命！我体内的寒冰玉气又爆发了！救我！那是曹小姐，陈哥那么急，不行，我得帮他们守门。谢。嘘。曹小姐，你衣服穿太多，不好失真。你想趁机占我便宜？天地良心，我是为你的安全着想，脱还是不脱？3秒钟考虑。好了，快出手吧。10万一次。你趁火打劫。救命收费，天经地义。救完转你。成交。久为吉之术，丹田9寸，破则道生，灭则殒命。万古清灵诀太凶险，必须凝出气符才能活命。你鬼鬼祟祟说什么？我说你的背好滑，让人爱不释手。臭流氓！曹小姐，我帮你镇压了寒毒，你还没付诊金。你太无耻了！到账10万元。谢谢曹老板。哼，财迷！你被叶晴和刘万里赶出南山县的事我已知晓，
接下来什么打算？这10万是启动资金，3个月内我杀回南山县。3块古玉明天到，水果黑猪要我提到什么价？曹小姐，你太大气了，我忽然发现自己有点喜欢你。滚一边去！喜欢本小姐的人多了，记得按时送货，差1斤我饶不了你。陈哥，红光满面，是不是已经把曹小姐？毛大超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和他进屋乱来的？毛大超，以后再乱嚼舌根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大超，你最近舌头有点长啊。张姐，你干啥呢？色狼！傻瓜，想要姐就直说，姐随时满足你。张姐，你先别勾引我，我有正事要谈。我想注册公司，能全国发货，你当财务总监，月薪1万怎么样？注册我今晚就搞定，工资不要，我陪你创业。那公司就叫桃园，我要让桃园村响彻全球。这些古丹方随便一种都能让人抢疯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太上为尊，老君为引，练！我第1次炼丹就炼出了丹云宝丹，这可是极品丹药。莫非我是天才炼丹师？瘦身丹、驻颜丹、丰胸丹，这些丹药一旦面世，那些爱美的女人一定会疯抢。比水蜜桃和黄金香橙口感更好。发了，300亩野生人参，很快就能种出来。100多棵千年人参长出来，会是怎样一番场景？陈哥，这简直是蟠桃园，我才进来呼吸都顺畅了。以后这果园交给你管，天天待在这里，你慢慢能变绝世强者。好，交给我吧。陈哥，杏树又开花结果了，什么情况？果园的土已变成青色领土，果子摘光，它就自动开花结果，大惊小怪。陈哥，你就是活神仙，我跟你混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少废话，把杏抬上车。桃园公司注册成功，3天内凑齐500万就能开张。3天500万，张姐，你这是要我的命！本来注册被人卡着不给办，我托闺蜜才搞定，500万是加盟金，手续办完会还你。一定是叶晴、刘万里几个家伙，为了逼死我，真是什么手段都用上了。桃园公司先做4项：养殖、果木、药草、山货。你高中毕业，脑子却比我这大学生转得还快。杨晨，你就是经商天才。别夸了，我先去南山县送货。好吧。陈哥，你女人缘咋这么好，连寡妇都对你暗送秋波。把红玉山杏送紫雅轩，我去借车，1小时后见。得嘞。陈哥，这些姑娘底子好，给点灵丹，上镜更出效果。滚！这倒是个推销驻颜丹的好机会。大超，你看好货，我去后台办点事儿。美女姐姐，我有灵丹妙药，3天内让他们脱胎换骨。美女姐姐，我有灵丹妙药，3天内让他们脱胎换骨。多少钱？美女姐姐，瘦身丹5万块1颗，疗效逆天，你要不先试试？ 5万块1颗，正规药店的减肥茶1盒才300。保安，有人卖假药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我有个3长2短，做鬼都不放过你！我叫杨晨，丹药我炼的，半小时有反应就来找我。杨晨，你这个死骗子！
曹小姐，这是最后一次送货，往后我要忙桃园公司。你开公司了？桃园公司马上在网店上线，以后全国各地订单飞来，我天天躺着赚钱。曹小姐，黑猪王我定价100一斤，红玉山杏200一斤，能接受吗？太低了，黑猪王500一斤，红玉山杏1000一斤。曹小姐，你这天价收购会不会亏钱？不会。大超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上秤！有钱不赚王八蛋，曹小姐大气。这环境跟仙境似的。既然觉得好，不如跟我合伙经营紫雅轩。我不合伙，但紫雅轩要什么，我都优先供应。150万收的，钱直接从货款里扣。曹小姐，除了水果黑猪，我还有个生意想跟你合作。什么生意？我炼的丹药瘦身丹，1颗瘦50斤，不反弹，皮肤紧致。1颗瘦50斤？你开玩笑吧？驻颜丹，吃1颗，容貌倒退5岁，皱纹全消。倒退5岁？丰胸丹，你懂的。这些东西真有效？我自己炼的，神农传承，你说呢？多少钱1颗？5万1颗，你代销，每颗给你2万分成。行，我试试。陈哥，红玉山杏正好1000斤，按1000一斤算，100万。曹小姐，这100万付现还是微信转账？红玉山杏100万，那4头黑猪王呢？你打算白送给我？扣完欠款和合同款，你再付我50万。你不是喜欢现金，我付现。这是我秘书刚从银行取来的，点点。不用点，曹小姐的为人我信得过。大超，把钱抬上车。曹小姐，你订的葡萄明天早上来桃源村拉货。明天早上就有葡萄？怎么可能？葡萄基地现在一串葡萄都没有，杨成居然夸下海口。我说有就有，你放心来拉便是。好，明早10点，我准时到。货款我也要现金。曹小姐，你不遗余力帮这个小农民，值得吗？杨晨前途无量，趁他还没起来，必须教好。神药，这是神药！偶得逆天神药驻颜丹，出尝1颗，重回少女时代，数量有限，预购从速。曹小姐，瘦身丹我要10颗，驻颜丹给我留5颗，钱不是问题。我先定的，别跟我抢。怎么一直占线？我转账了，先给我。曹小姐，我是邱一农，有要事相求，求你现身一见。曹小姐，我要找杨神医，他那瘦身丹1颗就让我瘦了几10斤。的确瘦了不少，可惜杨成回村了。求你把杨神医地址给我，我要亲自登门求丹。他住在桃源村106号。杨成，我来找你商量盖房子的事儿。段叔，我想盖个大别墅给我爸妈住，多少钱？你家这地皮最少4亩，盖别墅最少200万。虽然你是村中首富，但这200万先付100万定金，1个月内把别墅盖出来。别墅我盖得出来，你的钱跟得上吗？跟得上。杨神医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赐我瘦身丹，让我变成美少女。杨神医，求你赐我等驻颜丹、丰胸丹，让我们青春永驻，光彩照人。昨天还骂我骗子，现在想求丹，没门儿！我要去摘葡萄，没时间给你们浪费口舌。杨神医，昨天是我不对，我给你磕头赔罪，求你饶我这一次，赐几颗瘦身丹吧。各位美女，别磕了，我真要去摘葡萄啊！我们帮你摘葡萄，你帮我们炼丹，5万1颗。
5万一颗。秋姐，这事儿你要早说啊！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只能收下了。走，我带你们夏天摘葡萄。杨首富，这些漂亮妹儿是给老光棍相亲的吗？谢婶儿，你想多了，他们是来帮我摘葡萄的。让这么水灵灵的大美女下田干活，这事儿也只有你杨晨干得出来。不对呀，葡萄基地前几天刚摘过，怎么又结果了？秋姐，带着姐妹们帮我把葡萄全摘完，事成之后我为你们炼丹。老光棍听着，拿背篓来帮小姐姐摘葡萄，不付钱。杨首富，我们都是自愿帮小姐姐干活。这怎么可能？杨城的乡野之术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！不行，要马上让人告诉马新广。新广，那片葡萄地又结果了，听说卖了很多钱。你说什么？又开花结果了？我今晚去县城告诉叶晴，让他杀了杨晨。小慧，取火药枪，我要让杨晨尝尝痛。好，新广哥，既然我得不到他，那就彻底毁了他。晨啊，我们来帮你数钱。才10多天又产这么多，这批比上次更好了。档次上去了，价格自然也要好好商量。不论你开价多少，我都收。这次紫荆葡萄30块1斤，算是友情价。你没发烧吧？你刚刚错过了一夜暴富的机会。就30块1斤，没得商量。晨啊，葡萄全部打包完了，总共25万斤，750万到手。杨成，我要让你永远活在悔恨之中。找死！新广哥，子弹飞回来了！啊！子弹怎么可能飞回来？你眼花了吧？新广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新广哥，快送我去医院！现在的杨成太可怕了。杨成就是恶魔，一个吃人肉的恶魔。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。杨晨，不要当众杀人，否则会有大麻烦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伯父伯母，这是750万，你们点点。曹小姐，你是杨晨的贵人啊。伯母，是杨晨帮我更多。杨晨，邱一农他们是我帮你促成的。你手上还有没有丹药？再给我100颗。丹药没了，过几天再给你。美女姐姐，加老光棍微信，我现在回家炼丹。姐妹们，愣着干嘛？赶快加微信！杨首富，你太懂男人心了，你是我们广大光棍的恩人。杨成，你也帮我介绍个男朋友吧，我看上你了，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？曹小姐，别开玩笑，你是天之娇女，我只是个小农民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我已能以气化真。你来我家，我帮你清寒毒，枕巾随你。行，这事儿我知道了。邱一农，3小时后取单，桃源村以后会成仙村。既然是抢手货，我先介绍给手下姐妹们吧。成。杨首富，谢谢你这么为我们着想。明天我去沙漠山地种野生药材，各位可有时间？有，都有时间。
亲们，杨晨肯定被妖魔附身，应该进猪笼。对，杨晨会妖术，若放任他成长，绝对会为祸一方。抓住这个妖孽！侮辱杨首富者，掌嘴1千！这群老光棍儿有点意思，值得好好培养。张姐，500万我筹到了。这么快就筹到了？明天把钱存银行，桃园公司就能正式运转。想要什么奖励，姐都能满足你。奖励的事儿以后再说。杨晨，我等着那一天。你先忙公司的事儿，我回家了。胆小鬼！杨首富，你家正房已经拆了，明天就能打地基，想要建成什么样？盖中式风格，4栋别墅连在一起，组成4玄宫风水之势。啥是4玄宫？东南西北各盖1栋，4楼合一，连成大宅。懂了。3个小时，又能赚150万。杨神医，求你自担！30颗丹药都在这里，交给你们大姐头邱一农分配。邱姐，刷卡还是转账？刷卡，150万丹药钱，再刷150万，预定下一批。已入账300万。签3年走秀合同，免费送单。邱姐，我们的丹药呢？你们卖公司机密，还想要丹药？邱姐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一次机会。迟了，我讨厌被人背叛，你们等着坐牢吧。杨神医，让你见笑了。无妨，这些美女模特可是我给村里老光棍内定的媳妇儿，必须贤良淑善。杨神医，你简直是活神仙！叶少，桃园村民女赵慧要找你告状。哦，告谁的状？杨晨废了马星广，还断叶少财路，求叶少杀他！叶少，杨晨能成首富，全靠曹子越。曹子越，你跟他才几天就爬上他的床？杨晨最疼妹妹杨婷婷，抓她，他就任你拿捏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赵慧，走吧，我已经等不及要看杨晨跪地求饶的狼狈样了。明早9点，行动。明早9点带去金顶山，我要杨晨亲眼看他受苦。杨晨，你完蛋了！主人，你破了我的美人幻境，我愿认你为主。什么意思？有我跟着，你能修行，我几年内就能化形，替你看山护院，还能暖床呢。滚！我又不是变态。主人，我真能办事。只要你教我修炼，我保证让整座山都替你看得明明白白。去枯木林找松鼠王，把人参种子运回来。明白，主人。你给我的灵药真厉害，我的剑气终于凝出来了。我可是在世药神，我炼的药当然厉害。你好好跟着我混，我保你变成绝世强者。3个月能让我剑法入1层，我就誓死追随你。一言为定。大养殖术降，白天喂猪种药，晚上当杀手替我扫障碍。杨晨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莲花西域？我只知道干活才能给报酬。小鱼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就是这家伙，快抓住他！还有2下子。陈兄让开，我要杀了他！
杨婷婷是叶少要的人，你敢怀叶少的事儿？行，等见了叶少，我要让他当着杨晨的面跪地求饶。二位爷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回南山县。行了，回家。杨晨，好久不见。哥，救命！叶晴，你敢动我妹一根汗毛，我让叶家付出血的代价！太吵了，无非让他听个响。杨晨，记好，30分钟金顶山。叶晴，我会让你后悔为人。叶少，要不要先拍一段他求饶的视频发给杨晨？这丫头骨头硬，不一定会开口。不急，等杨晨到了，你们一起上。我要他和他妹一起死在这儿。叶少这个主意真是妙极了。半小时到了，杨晨还没来，把他妹妹丢到山里去喂狼。别过来，我哥一定会来的。弃针，爆！不好，速退！哥，你来了。你先休息一下。尸骨孤独阵，上！我不行了，你快走，替我照顾爹娘。小妹！杨成，你不是嚣张吗？再嚣张给我看看！叶晴，你找死！垂死挣扎，无非陈一刀弄死他。都还给你！叶少，老夫闭关刚结束，感应到您有危险，便火速赶来，护驾来迟，望您恕罪。这一掌的力道，叶晴身边竟还藏着这种高手。快，带我回去，我体内力量要压不住了。杨晨，你重伤叶少，整个桃源村都要陪葬。既然如此，我先取你狗命。我先替叶少解毒，洗好脖子，等我来杀你。老家伙，你若敢来，我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晨啊，你妹妹这些伤是谁弄的？爹妈，你们别问了，小妹的仇我会亲自报。对，这个仇一定要报！长这么大，一根手指都舍不得动它。爸妈，都交给我吧。傻妮子，有哥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万古清灵诀，活白骨，逆毒气，破！9寸丹田上的裂痕又多了几道，离凝丹境巅峰只差1步。再施针7天，等神农仙针第4式开启，我一定救活你。
杨晨，500万审核金通过了，明天桃园公司的网店就能正式上线。张姐，这全是你的功劳。等公司上了正轨，我每月都给一笔丰厚报酬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想要你的人。杨成，你疯了！沙漠种药材根本活不了。夏村长，承包合同上按着你的手印，就算闹到县里我也不怕。我是为你好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在走正道，种出人参就能带动全村经济。我的种植计划已经全面启动，就算天王老子来劝，也不能让我更改。杨成，你若能在沙漠里种出野生人参，拉动全村经济，我这村长让给你当。村长而已，给我还不要呢。走，张姐。难道他真的可以成功？这些果子闻着就香，一看就是果中极品。这4种水果做桃园公司首批明星产品。这4种逆天水果一旦上线，肯定会让全民疯狂。走，带你去菜园。这些闪着玉光的青菜，也是你用乡野之术培育出来的？能上网店，我立刻培育黄瓜、西红柿这些蔬菜。网店最缺新鲜菜，菜园太小，得建大棚。今天打商标，上网店，卖爆后再加新品。陈哥，水浇完了，陈哥。老钱辛苦了，你是这帮老光棍的头，带弟兄们回村休息。明天12点给你们发福利。死一边去，别影响我做事儿。大灵雾术降！陈哥，绿雨来了，草都死了，肯定惹怒山神了。当真是天助我也，杂草死绝，省了除草的功夫。草都活不了，人参更没戏，别浪费时间了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沙漠里竟然下雨了。这场雨是我弄出来的，明天就能开始种野生人参。行了，回家吧。小妹，哥一定抓叶晴来，让他给你磕头赔罪。灵气增长了上千丝，这钱花得值，再吸6块古玉就能突破宁丹境巅峰。主人，我为你采回了5万粒人参种子。小狐狸，这事办得不错。说吧，要什么奖励？我早就是主人的人了，主人给什么我就拿什么。相识便是缘分，我便送你一场造化，祝你化形为人。用古玉修炼1天就得50万，必须争分夺秒赚钱。杨神医，我带60个姐妹来帮你干活，有好丹药可得给我留几颗。秋姐说的就是那个美容丹，吃了皮肤能嫩的掐出水。我不要工钱，只要给我1颗丹药试试。杨神医，你看见了吧？不是我贪心，是姐妹们都想跟你混。丹药有，但不是白拿。今天谁干活认真，谁先领。偷懒耍滑的，1颗都没有。听杨老板安排。走，跟我去沙漠种野生人参。秋姐去东边，老钱去西边，男挖坑，女撒种。1个月后，我给你们买房买车。杨老板放心，今天我能挖到天黑。那你可别光顾着看人，坑得挖直。
杨神医，我这60个姐妹可都下地了，你准备怎么谢我？干得好，丹药少不了你们的。只给丹药，杨神医也太小气了吧？那就再加一条，跟着我干，以后有钱一起赚。姐妹们，听见没有？杨老板要带我们发财！大超、小鱼，我这个安排怎么样？陈哥，这招绝了！人参没出，老光棍先脱单了。你刚才当众说1个月后给他们买房买车，那些美女都心动了。1个月后，这批野生人参就能全面成熟，到时我有足够资金给他们兑现。别闲聊了，快去前面当监工，这些种子来之不易，必须全部种进去。是，陈哥。杨成疯了吧？沙漠里种人参，我看这次他要把裤衩都赔光。村长不好了，何大春和王老五开了赌局，赌杨成在沙漠山地种出人参，1赔100。胡闹！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简直就是在胡闹！村长，咱们马上封了沙漠山地，别让邻村笑话。同意书是我签字按手印的，我不能打自己的脸。何大春，杨成那边你们自己想办法，让他去赌局签字按手印。潘主任放心，这次我要让杨成赔到跪地求饶。何大春、王老五，我来压自己能在沙漠山地里种出野生人参。杨首富，里面请。杨首富，全村人都不看好你能在沙漠里种出药材，你何必自取其辱？你来钱庄找我们，不就说明你心虚了吗？我会心虚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押20万，种出人参，你们赔2000万，对吧？对。开收据，按手印，我立刻转钱。转账20万元。1个月后，记得给我赔偿2000万。张姐，网店上卖的怎么样？一样都没卖出去，零销售。啥？我培育的水果可都是世间罕物，怎么可能卖不出去？2000块1斤，店没名气，这么贵谁敢买？张姐，你这照片拍的跟地摊货一样，别说2000，300别人都得犹豫。那我马上降到1000块。张姐，你定价太高，别人只会当骗子。全定300，你去发视频，引流到网店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桃源村仙桃300一斤，先到先得。吃过不好吃，我张寡妇倒贴你钱。我先去果园了。大林雾术，降！100多粒全发芽了，这下要发大财了。90滴灵液是我自己修炼的，不花钱。老光棍攻仙最多5万。给邱玉农那几颗丹药成本顶多20万，等这批人参长成，何大春赔我那2000万，净赚1900多万，这买卖比抢银行还划算。小鱼，去守着婷婷，半步别离开。陈哥放心，我这就去。杨晨，你终于来给我送货了。最近缺钱，就想起你了。你这张嘴除了钱，就不会说些别的吗？曹小姐，翠玉清梨你能给多少钱1斤？又结果了，1000块1斤。你培育出来的灵果值这个价。一共450斤。货款和丹药钱一起打你，你还有丹药，我继续帮你卖。送你1颗增高丹，1颗提臀丹，帮你塑造完美身形。跟我认识这么久，你终于大方一回了。说吧，又想求我帮什么忙？曹小姐冰雪聪明，修行用的古玉快没了，能再帮我买5块吗？可以。杨晨，曹小姐是我们叶家内定的长孙媳妇，你离她远点儿。叶玉龙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
待叶少情况稳定，我亲自去桃源村，让你全家不得安康。你们两个土鸡瓦狗，找死吗？叶老狗，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曹家会立刻派出高手杀了你。一个小农民，杀了也就杀了，曹家不会因为他和叶家撕破脸。今日他非死不可。想动他，先过我这关。曹小姐，你竟不惜以命相护，你还是那个名震江南的小魔女吗？叶玉龙，你只是叶家的一条狗，有什么资格对我评头论足？叶老狗，要不是曹小姐，你现在已经死了。杨晨，没有曹小姐，你算个屁！刘万里，叶老狗就在你身边，照样护不住你。叶少已经找到了解毒的办法，等他出关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奉陪到底。小农民，你等着吧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什么？谁让你走了？杨晨，你以为打赢了吴非那几个废物就能跟我叫板？我在叶家当护卫几10年，你这种小农民，我一只手捏死过不知多少个。说完了。送你上路。你什么时候突破的？沙漠纵深那几天随手突破的，刚好拿你试试。大昌，拖走。真长出来了，沙漠里真种出人参了。杨晨，这是要发呀！何大春、王老五，赌局我赢了，2000万，拿来吧。杨晨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欺人太甚？你们放高利贷的时候，逼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？怎么轮到自己了就受不了啊？就是放高利贷的活该。陈哥，我们真的凑不出2000万。凑不出，没关系，你们慢慢还，还不上，利息继续滚。你们不是最喜欢让人一辈子还不起吗？今天我也让你们尝尝这个滋味。杨首富威武！这俩王八蛋也有阶级。叶少，不好了，玉龙前辈被杨晨废了。杨晨，我要你死！最后一针。哥，我这是……醒了就好。这怎么回事？我力气怎么变这么大了？我用灵液和神农之气救了你，顺便帮你改造了体质，你现在已经是高手了。那我是不是能一个打10个？差不多吧。哥，谢谢你。杨晨，给我滚出来！你废我玉龙叔，我要你全家陪葬！叶晴，你怎么醒了？托你的福，没死成，今天该算账了。小丫头，找死！上，把他给我撕了！还真挺好用。一起上！喂，轮到你了。小妹，退后，这个交给哥。杨晨，我修炼邪术，不惜走火入魔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是吗？你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我多么强大！去死吧！
与我破！就这。不可能！我怎么会输？废物，终究是废物，活该！走吧，回家。杨晨，你真的把这个穷山沟救活了？不是我一个人，是桃源村所有人一起活过来了。我是杨晨，桃源村小村医，我要让桃源村彻底变成人间逍遥地。